想有良好嘅學習表現，應該要點做呢？首先係使用主動學習策略，即係指使用自我測驗、理解概念、畫圖、整理筆記等方法，比死記硬背更有效。規律嘅生活都好重要㗎，固定嘅時間架構同作息安排，有助建立穩定嘅生活與學習節奏。良好嘅學校氣氛有助提升學生嘅情緒清晰度與情緒調節能力，從而幫助學生提升學習表現。仲要適時補充水分，千祈唔好怕麻煩，怕要成日去廁所而長時唔飲水啊！輕度脱水會影響專注力同記憶力，進而影響學習表現。益生菌都可以幫助學習表現。德國有研究發現，補充 LPC37 富干諾乳桿菌5星期之後，受試者無論睡眠質素、壓力方面均有改善。受試者仲表示專注力得以提升添，可見益生菌可以係學生們嘅好拍檔。想知更多實用健康資訊，快啲上我哋官網睇益生第一關啦！